我到桃园航空城计划区内有3个住落，防卫做保留区。也毋过最近这区的民众定情抗议，望讲会当重新申请纳入区段征收。因表示讲，因是真烦恼，讲未来住伫飞机噪音真大的第3跑道的附近。也毋过，嘛是有部分的民众共款讲，望讲原地保留。孟母要3000，我们要3000。航空城区发生争议，27日早起，桃园地园区海口里的东龙开发社区加公民贵餐厅3个住落爆发为居民，伫航空城服务中心大礼堂头前定情抗议，古早做当地保留好，要求纳入区段征收的范围内，希望民航局重视机场园区内面有名体的恐怖攻击飞机，被包围在机场当中，而且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不便，而且是。将来是会有了一些灰暗的问题的哦，甚至于噪音的影响。因为民宅的防护并不像政府单位这么严谨，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潜入，直接搭着上去就在顶楼发射监射飞弹，就很容易执行这恐攻的任务。这是征收的居民讲，东龙开发社区顶3个住落200多户，要加700位居民，以后会住伫咧机场第3跑道加北跑道2条跑道之间，附近的学校、加油站、公车总站拢会迁走。若无生活机能，飞机搁吵，担心将这边缘化触顶公民。因过要居民有希望会当原地保留。我希望政府说得到做得到，要走的人走，要留的人留，而不是让这些居民一直在对立当中。座谈会的一些记录呢，我们未来呢会呈报内政部都委会，作为未来审议的一个参照。面对土地征收者败诉，航空城区拄到征收的问题，民航局表示，透过座谈会就是要让地主发表意见，听因的声音，会将资料送交予都委会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台湾